強大的人生態度。如果你真的聽得入耳，可能會影響你一世。人生沒有失敗，一係成功，一係成長。人生沒有敵人，全部都係老師。所以唔係得到就係學到。人生無白走嘅路，走啱咗我就慶祝，走錯咗我就進步。人生不會被任何人、任何事所打倒，允許一切發生的事，最終都會有利於我。當你總係悲觀、失望、沮喪，身體到心靈都會順着你嘅情緒變得越來越差。如果你被自己積極的心理暗示，你的身心深處就會湧出一股莫名嘅力量，帶動你越嚟越好。一個人相信什麼，就會遇到什麼。你給呢個世界什麼，呢個世界就會回給你什麼。人生短短幾十年，我哋改變不了現實，但可以改變自己的思想。控制不了別人的想法，但可以控制自己的意志。唔可能每一件事都順利。呢啲人生態度講到底，心法就只有一句：學會將一切注意力回歸到你自己身上，而不是別人同任何事情。人生的每一次相信，都係為自己預言一個未來。